乡亲兄弟姊妹，大家好我是第一道试用这个软体来做这个直播的这个，主要是要录影所以我无解释操作上若有啥物操作甲无解顺序的所在，请各位来包涵。我做这个影片最主要是要甲咱麻行的乡亲来介绍，讲咱麻行的历史是到底是啥物款伫个300年前、400年前到底迄当中的麻行是生做啥物款我相信讲各位伫咧听这个进程，应该是拢无啥了解，不要紧，咱来理解，咱来学习。这集呢，要甲各位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讲咱麻行的历史上早会当算到啥物时阵去直接咱答案就直接公布麻行的历史呢，第一道出现伫个即个有记载即个时阵呢，是伫个1749年就是1749年麻行即个地名第一道伫个即个文献顶头出现。1749年是当时呢，你若即嘛，阮今年是2017年算起就是268年前1749年是268年前，所以你会当安尼想讲，伫268年前，麻行开始有人住，开始有人伫遐里开垦伫遐里种作。好这个证据伫倒位呢？咱袂使讲我安尼讲，你就安尼信。咱来看觅证据。伫个日本时代所编写即个《新德听志》顶头有安尼记载咱先看一下《新德听志》这是《新德听志》，你若家己有兴趣去查伫个即个 Google Books， 就是 Google 的即个伊有即寡会当互你查一寡资的所在你当拍入去个《新德听志》去查即本资即本资呢，咱安尼看一页拢甲扫落来连空白伊原来扫落来这是方面新德听志伫即本资因为这是日本时代伫个我知影是差不多伫1906年左右出版的头前几年头前后壁几年1906年我无即个相对一年我无解清楚迄当中出版的即个新德听志听志这物件就人家即嘛管志就是地方志这是政府出版的有关即个所在正式的即个历史的记载安尼所以这是官方的即个正式的记载这是因为这是日本人出版的，迄当阵日本政府出版的所以你当看是用日本文写的。咱麻行呢，伫个即个新德听志有记载讲伊当时伫个历史当时开始，咱会当来看伫个即个新德听志的第140页因为我已经设定好咱来看第140页。安尼无记咱个订册第140页，这是75页。真歹势，因为我毋知要安怎甲这顶头这甲摕掉所以你变成干来当看了下对一部分尔，一角位尔咱这167页，所以爱往前头前走一下歹势等以后我若较熟我会阁定做另外一个影片互大家会当较紧来了解讲咱麻行的历史是安怎伫个即个1749年开始的麻行历史是安怎200几年268年这260几年来这麻行的历史是安怎咱行过咱的即个祖先是安怎伫个麻行来徛起咱拢会当来查，咱拢会当来理解，会当来学习对即个历史的即个史料顶头拢当找着毋是较早你所想的讲咱拢毋知影。
伫个新德听字的第140页，141页到啊140页就是页咱来看咱来看即个位第一就是倒手边个后壁尾啊第几纸尾啊即几纸尾啊第算起来即2、3、4、5第5纸伊写14年即个14年是乾隆14年你看即只伫个即个正手边只第4纸有写乾隆3年所以即个14年是乾隆14年。乾隆14年咧咱歹势啦我日本嘛无学了。有一滴滴尔啦所以我有法度看嘛是和你相款，就是看汉字的部分。14年德参社藩伫个旧社搬去今仔日徙嘛移就是迁徙去即卖新社旧社新社大家拢知啦因为新德德参会换行役换役。就是因为德参会会饮水啦，所以因就对即个，因为各位我较早有印象伫个即个水产遐旧社遐迄若雨落较大连续像即马这热天要到进前即个黄霜雨每啊雨一落，哇，迄遐就拢饮水呢。水产遐饮水，我较早高中时骑脚踏车。经过即个迄个啥旧社桥，哇，一落就开始饮水啊！所以想会到啦伫个较早旧社遐，因为饮水遐定咧饮水，所以因带袂牢，因就对遐即个番社社番社番就是讲即个咱个对刀卡斯刀卡斯就是白包族，因其中一族叫做刀卡斯本来住伫个旧社。因伫即个乾隆14年，乾隆14年是当时，其实我即摆当甲你讲，就是西元1749年，因对即个旧社搬去新社住，所以即摆就咱台北新社咱台北新社遮较早就是即个为什么叫做社，就是番社的关系就是即个刀卡斯搬去遐，因为饮水搬去遐咱去看因迁徙。因就含即个因就大家社番迁徙咱汉字看啦小摇的等下我会当找迄个有人已经翻译好直接互你看伊写金门厝红山徛2块高草之堆，啥物意思？就是即马咱住即新社连兴啦、麻园啦有即个啥马铃厝即个。种就是这两条溪夹夹条的嘛两条溪就是头前溪后壁溪嘛即只是讲叫做红山徛个歹势啦，即我看无介有啦我讲迄算有树啊正暗啦不管过来就讲正番头目。画开业、画复兴，这是两个人同时钱主笔这第三个人合社番就是含即寡社番将迁徙去这摇啦迁徙去对新社自称德参社附近的番仔坡歹势，这毋是头先报这番仔边马铃厝、北市、麻园等等的啥物？顶厝的厝OK， 咱摇的啦但是你应该开始感觉足趣味啊伫个即个新德听字日本时代所编的即个官方即个地方志。新德听字顶头呢，有写了讲，伫个乾隆14年，也就是1749年，边部社番刀卡斯因就迁徙来到即个新社，而且有讲到即地名，讲到两个地名，即两个地名咱麻园乡亲，咱一定足熟悉、足听、足感觉足亲切的即两个地名，一个叫做北市
一个叫做麻黄吼，啊，较早即个麻黄是有草里头的吼，有地无啊吼。我以后我以后我一定会甲各位解说即个无啊吼，麻黄即个无啊，草里头是当时摕掉的吼。北市各位知影啦吼，北市啊，就是安尼写吼，北市啊麻黄，所以吼，1749年吼，即个北部族吼迁徙到新社啊，因含即个北市啊麻黄有关系啊，这到底是伊写啥哦？咱即嘛有兴趣，咱来看一下，人已经翻译好诶吼。这是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吼，因所做即个网站顶头的资料吼，伫有一个叫做编部文化专题德参社哦，咱拄则讲德参社吼，就是即个岛卡斯吼，咱即个较早住伫新社、旧社吼，包括麻黄即寡社番，因叫做德，因就是叫做德参社。七线工这属工业甲彩电福地吼，这以后咱来大家会讲到吼，为什么是七线啦吼？这个这属工业甲这个彩电福地是咧讲啥物？咱今仔日主要是要来看麻黄历史的头一年到底是当时吼，所以咱即拢甲跳过，直接来看吼。直接来看这顶头有翻译着咱拄则读的新德听记的迄段记载吼，因为这是用咱所较熟的即个汉文写的吼，大家都拢看有。来，歹势我等下小找一下吼，因为我对即个拄则我讲过，我对即个操作毋是遐尼熟，所以吼，无多通先甲你设定好讲啊，我直接就来遮看，咱都爱麻烦你都爱小包含一个，我斗阵来测即个1749年乾隆，即个公事啊，即只是历史记，等下吼，我看一下原文伫摕伫倒位，雍正遮族群派系，歹势吼，伫延界。我来找较紧。雍正元年，所以伫遮好，歹势吼，互各位等一下啊，真来是真歹势。伫个头几段尔吼，无介远。伫即只雍正好来，伫遮新德县采访册讲德参社土名新社吼，这是采访册是。咱拄则讲的这新德听记是日本时代啊，新德县采访册是伫个即个大清帝国的时代吼，清朝帝啦吼，清朝帝迄当阵所写的地方志吼，所以呢，新德听记其实含新德县采访册，可能足侪部分是对即个新德县采访册所抄落来吼。咱不管咱来看新德听记即方，伫个拄则咱念的迄段是写啥？迄段是安尼写，2、3、4，第4段吼，第4段即各位抱歉吼，我实在是因为即套我是第一道用啦吼，无操作无解释。好，来伫遮咱看着吼，
雍正元年1723年，新式淡水海防厅哦，咱就对这个跳过啦吼。11年伫咧德参吼，正德啊做城吼，所以是咱莫讲别位啦吼。敢若新德市吼，新德市的历史就是当时开始，雍正11年吼，咱就是1723，搁加10年啦吼，1733啦吼，所以你讲魔方的历史哪可能超过1733？无可能嘛吼，你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吼，无可能吼，因为敢若新德的这个历史就对1733年开始，魔方的历史是对搁较落尾一述啦吼，慢则搁10外年，1749年咱来看乾隆14年，我拄则讲吼，乾隆14年1749年，德参旧社因为德参溪水泛滥，我看当甲小揪一下，袂当揪一下，揪一下无效。实在是，你看我安尼拖无效嘛，我无法度拖你嘛，无法度看，所以好啦，咱继续谈吼。德参旧社因为德参溪溪水泛滥，土木吼。咱拄则看了什么魏开业、魏福生、通书钱子伯吼，咱拄则讲这三个人，据社番众议迁徙伫金门厝甲凤山溪两溪交错一地，称德参新社吼，就是即个咱即嘛德北新社社番吼，社番这后壁因为切掉吼，我念各位听。社番线具以吉打新社番仔边就是正，伊是写线具，就是讲分线带伫即寡所在，啥物所在新社番仔边、马铃厝、北市、麻园无论某铺，这边哪念我都袂晓顶厝、拍蜡、经正，即只有写着拄则咱讲北市麻园，所以呢，对即个正式的即个历史记载，咱就知影讲伫268年前，1749年平埔族斗卡斯，迄当阵就已经开始住伫咱北市麻园，所以呢，咱麻园北市是真有历史的即个所在各位咱麻园的乡亲，咱有即个。咱对咱家己也有即个自信心，也有即个骄傲感，讲咱有遮尔长即个268年的历史伫遮。今仔日欢迎各位收听，咱后一集继续来介绍咱麻园的历史。感谢各位请各位实在是要多多包涵我实在是做了无好咱希望以后会当大家来进步。感谢努力，多谢，再见。